在雙文化的環境中養育下一代。4. 中美文化激勵子女方法的差異嘅下半部分。適當的鼓勵方法。作者周國巧兒，初刊登於《號角美西南版》2003年1至10月，並於2025年1月更新。適當嘅鼓勵方法。鼓勵係以了解、接納、坦誠、信任同埋指導代替嚴厲嘅指責、比較、不兌現承諾、賄賂、羞辱同埋批評，而係以實際同埋有建設性嘅行動同埋言語無條件嘅支持仔女。以下作者就用2個實例嚟到去講明點樣去鼓勵你嘅兒女。例如仔女怕水，好驚游水，不適當嘅方法就係羞辱、批評同埋比較。例如做父母嘅會對佢哋講：細膽鬼，仲未去泳池游水你就喊啦，你就嚟7歲噶啦，仲唔敢落水？姐姐喺5歲嘅時候就識得游水啦。另外，錢比仔女嘅感受更加重要。例如做家長嘅可能會話：嗱，你一定要落水吓，我交咗咁多學費俾教練，你唔可以嘥咗我同你爸爸辛苦賺翻嚟嘅錢嘅。又或者賄賂同埋冇兌現承諾，可能做父母嘅就會話：唔好喊，游水之後我就帶你去麥當勞。但係當佢哋游水之後，你就會話：我哋要快啲趕去街市買餸，第日先至帶你去麥當勞啦。而適當嘅鼓勵就係接納、了解、坦誠同埋耐心嘅指導。你可以話：仲未有到聽日嘅游水課，你就喊住話好驚去游水，唔肯上堂。媽媽細個時候都好驚游水嘅。然後佢哋可以討論一下仔女害怕嘅原因，尋求撫慰嘅方法。哦，原來你係怕水入咗你個眼，唔願意將個頭浸喺個水裏邊。媽媽可以帶你去買一副護眼鏡，你試下喺屋企戴住佢，然後將個頭浸喺個水裏邊，睇下有冇幫助。雖然佢哋喺屋企經過你耐心嘅指導同埋練習，而上游泳堂嘅時候仍然會好驚，將個頭浸喺個水裏邊，雖然只有幾分鐘，但係你仍然可以一面幫佢哋抹去面上面嘅水，一面可以咁樣嚟到鼓勵佢。雖然泳池嘅水比水盆嘅水係多好多同埋深好多，你仍然將個頭浸喺個水裏邊，你真係勇敢啦。又或者喺週末嘅時候，一家人去到游泳池，戴上護眼鏡，一齊落水去玩，咁佢哋好快就會克服呢一個問題啦。又例如輔導主任並冇推薦你升高中嘅仔喺9年級嘅時候修讀英文名語班 Honors， 因為佢嘅文法雖然冇乜大錯，但係文筆就顯得生硬，缺乏潤色。而不適當嘅方法就係質問啦、苛責啦、不諒解同埋羞辱。家長可能會話：你喺加拿大出世，亦都喺加拿大讀咗9年書，英文寫得唔好，中文又講得唔好，兩頭唔到岸，究竟你係中國人呢，抑或係加拿大人呢？又或者過度嘅悲觀同令人泄憤嘅評價，你今年唔可以讀英文名語班，出年一定唔可以入英文嘅大學先修班，咁你俾知名大學取錄嘅機會一定好微。我真係擔心你以後點樣可以揾到份好工，你一定要急起直追讀好啲英文啊！而適當嘅鼓勵就係了解、接納、坦誠同埋尋求一齊改進。做父母嘅可能會話：你雖然喺加拿大出世同埋長大，但係英文係我哋嘅第2語言，我哋喺屋企仍然講中文。你喺星期6亦都讀中文學校，你聽講同埋書寫英文嘅機會都比一般嘅加拿大籍同學少。你嘅文法並冇顯著嘅錯誤，已經係唔錯噶啦。爸爸媽媽雖然喺加拿大住咗好多年，而喺書寫方面亦都唔係咁流暢。不如我哋同你嘅英文老師傾下，睇下有乜嘢方法可以提高你嘅英文書寫能力啊！我哋齊心合力，加強喺呢一方面嘅學習，尋求進步。我哋亦都可以用其他嘅方法嚟到去鼓勵佢哋，比如仔女能夠做得到嘅事情，雖然唔一定能夠做到十全十美，或者完全達到你嘅標準，
但係仍然要信任佢哋，俾佢哋自己去做，俾仔女獨立嘗試去做新嘅事物同埋困難嘅事情，但係話俾佢哋聽，當需要支援嘅時候，父母係會盡力幫助佢哋嘅。又或者用注意、欣賞、參與並且支持仔女感到重要或者自豪嘅事。如果仔女喜歡跳芭蕾舞，你可以同佢哋一齊研究舞姿，喺旁邊打氣，開車接送，為佢哋預備點心，以示慰勞。時時對佢哋點頭微笑，聆聽擁抱。對於唔習慣或者唔識得用言語表達嘅父母，可以寫卡片或者寫信嚟到去鼓勵佢哋，呢個亦都係同仔女溝通嘅好辦法。而喺以下嘅情況，仔女係更加需要鼓勵，比如佢哋嘅性格係內向、畏縮、膽怯、怕失敗，同埋唔願意嘗試新嘅事物，又或者性急，唔能夠沉着鎮靜，容易有挫敗感。你可以咁樣講嚟到去鼓勵佢。呢個樂曲係真係好難演奏，有咁多嘅拍子，我哋可能要花好幾個星期先至可以將佢練好。而當仔女失敗之後，或者面臨危機嘅時候，更加需要你嘅鼓勵同埋支持。喺佢哋認為你並不察覺到佢嘅作為嘅時候，你嘅鼓勵會俾一個驚喜嘅加冕。比如我琴日加班好遲先返屋企，多謝你將碗碟洗好，同埋幫妹妹溫習，你真係媽媽嘅好幫手。鼓勵別人並不容易，希望大家喺學習嘅時候唔好氣餒，再接再厲嘅去鼓勵你自己同埋你嘅仔女。